喂，你而家咪瞓唔着，仲碌緊 Reels 啊？其實臨瞓之前啦，你仲煲劇、打機同埋睇手機咧，係會令個腦啦更加亢奮啦，更加瞓唔着噶。其實我自己間中都有失眠嘅煩惱嘅，有時壓力大啦，或者夜晚煲劇啊、打機啦，啲藍光搞到個腦唔識製造褪黑色素，搞到好難入睡啊！喺張床碌勁耐都瞓唔着，第二朝又唔夠精神，真係好辛苦噶。好彩最近咧，我遇到佢。就係呢隻咧草基嘅速睡丸啊！我自己親自實測咗幾晚啦，臨瞓之前食2粒，大概10零分鐘咧就開始覺得好放鬆有睡意噶啦，30分鐘左右咧就會瞓着咗噶啦。同埋我中意佢成分咧係純天然啦，有8大西草本配方，不含西藥，唔會造成依賴，仲有5項嘅美國科研實證，所以我先放心去用佢啊。其實我以前咧都試過食其他嘅純褪黑素啦，係就好快瞓着啊，但係第二朝咧爭啲唔知醒啦，仲成日都暈暈騰騰咁樣，我就唔係咁中意嘅。不過呢隻草基速睡丸佢入面有南非醉茄同埋伽巴，可以幫我哋身體同大腦放鬆，調節生理時鐘同大腦分泌，從根源去改善睡眠質素，睡醒第二朝起身會精神飽滿，唔會好似瞓唔夠咁。同埋我知佢嚟緊咧仲會喺萬寧做緊買3送1啊，所以有睡眠煩惱嘅朋友咧，記得買翻後康門口啦。同埋俾多個 tips 大家，如果你搭長途機又驚瞓唔到嘅朋友咧，你去臨上機之前食2粒，咁你瞓醒咧就到咗目的地噶啦。而家仲有個機會可以俾大家留言失眠或者講出你瞓唔着嘅情況，我會抽出5位送出1盒草基速睡丸，等你試下一食好眠。